伫礼拜大先提醒大家将手机关机，或者是调整伫飞行模式，多谢配合。即时礼拜就要开始，请用诚心实意来敬拜上帝，请奏乐默祷。恁着俄罗耶和华唱新的歌，俄罗耶和华伫圣的百姓的会中，俄罗伊话恁对咱的爸上帝甲主耶稣基督得到稳定平安。敬拜俄罗。所听的弟兄们，大家平安。平安。咱感谢主，伫今日早起，大家会当做伙做俄罗咱的上帝啊，这是咱真大的福气啊！咱请起立好无？咱来甲隔壁讲真欢喜，咱会当开声来俄罗咱的上帝。真欢喜，咱会当开声来俄罗咱的上帝。阿门。阿门！这是一个上帝予咱的机会，愿上帝的灵运作伫咱的中间，啊，予咱的心是充满真实的平安，佮会当开咱的心门来迎接耶稣基督进入伫咱的心内面，做主做王。阿门！咱伫主面前，咱做伙来用速读圣经来搁一摆来告别咱的信仰，做伙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属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比勒岛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哈利路亚！咱找三个人甲伊讲，咱要学罗咱的上帝。咱要学罗咱的上帝。哈利路亚！Bye.
爱将咱所有的烦恼拢交代予咱的上帝，因为咱仰望伊的时阵，伊是咱的救恩，伊是咱喜乐的泉源，咱继续来敬拜伊。我相信咱就愈知影要安怎来回应伊的听，佮较听咱的主，佮较知影伊是保守咱，伊是束缚咱，伊也是引带咱的主。阿门。愿上帝帮咱，互咱深深有一款的体会。伫伊面前，咱尊伊最大，因为伊是万王的王，是万主的主。伊现在就伫上帝的宝座的正平，有缘伫为着咱。伫主伫天父面前来祈求为着咱来保守咱，我相信这是你我真做基督徒上界大的一个福气。阿门。阿门。咱做继续来敬拜。声音，耶
归伊，信仰歌完全的生命，哈利路亚，荣耀归伊，信仰歌是万王的王，信仰歌是万王的王，信仰歌是万王的王。主，阮感谢了你，阮徛在你面前来吟诗而乐，因为只有你会堪值，阮将一切荣耀颂赞拢归乎你。你是至君至全至高的上帝，阮愿意用心灵诚实来敬拜服侍你。愿你继续扶持阮，互阮伫今仔日的敬拜，亲自去看见你，经验你甲阮同在，充满真实的平安、医治甲安慰，也将喜乐充充足足享受伫阮的顶面。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共读圣经，记载伫启示录第2章第1节到第7节，咱做伙来共读，请。你着写批，互伫以弗所的教会使者讲：正手踏7粒星，行伫7支金灯台中的，伊的话讲。我知你的所行，甲你的着磨吞忍，遐个做歹的人，你也袂容忍伊；遐个家己讲是使徒，其实毋是的，你捌试验因，知因是白贼。你也有吞忍，捌为着我的名忍受无亚善。若是我有所责备你的，就是你已经离开起头的疼，所以着记得你对打落跋落来，着反悔，来行你起头的所行。若无安尼，你若无反悔，我要到你遐，刷你的灯台，离开伊的位。若是你还有一项可处，就是我所怨恨。尼哥列党的所行，你也怨恨伊。有耳孔的，就听圣神甲遮的教会所讲的。得胜的人，我要将上帝乐园中活命树的果子，互伊食。读经到遮，说着要请希洛斯班献诗，因要献的诗是耶稣，互你平安。
即时要请本堂周牧师讲道伊的题目是忠心侍奉，找回真爱。所听下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咱会当做伙伫遮来敬拜咱的上帝，互咱会当搁对诗歌内面，也对咱的诗班所献的诗，互咱得到真正的平安。经句好歹，拢是上帝所定，每一个时刻拢伫上帝的手中。咱用感恩的心来到伊面前，咱就会当深知伊美妙的安排伫咱的中间吼。好这个时阵要来。OK， 好望上帝帮咱互咱会当伫即个中间，搁较去经验伊的同在。请咱来起立，咱来宣告上帝对咱永光教会的心意。来，永光教会是归属上帝，活出基督，倚靠圣神，充满荣耀甲能力的教会。阮的确要成全圣徒，活出命定。履行普世宣教的意向，互主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请坐。咱每一届宣告，拢是搁一摆来相信，这是上帝的作为，要伫咱的中间。接下来我有一些大荧幕的影片，你转一下，把我的人头放小就好哈。OK， 好。牧师前礼拜有讲，咱搁要来继续讲阮去启示录的即个教会的故事，对无？事实当阮去到遐，踏着迄个历史所留落来遮的脚印的时阵，深深真正有真侪的感动，一直不断伫遐，伫互阮搁较知影，即个是真正是上帝在掌管的历史，即个宇宙的万物的造成，不但对上帝来。嘛，伫伊的业力的中间，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坎站，咱拢会当去发现上帝有美好的安排伫即个中间吼。所以这是阮去启示录7个教会土耳其的所在。土耳其嘛叫做咱的嘛叫做小亚细亚吼。这是咱圣经的用语，会当互咱知影。恁注意看，有一只飞机看会飞到对哦，来注意看哦。哇，飞机吼，阮坐飞机就是飞来到遮，吼过去叫做君士坦丁堡，即马叫做伊斯坦堡，吼阮坐飞机到遮了，然后就坐巴士哦，吼飞机拢总来回一万7000外公里，吼坐巴士3400公里，哦，这数字我拢足清楚吼，所以阮到坐飞机了，阮就对白加摩顶面吼。苏米纳、以弗所安尼一直行吼，来到以弗所就去拔摩海斯、拔摩岛有无吼？遐有一个上下骹遮吼，这拔摩岛阮就是坐船过去的哦。你看着一只船吼，吼然后有去沙迪去罗底加，然后搁有诶，搁过去的哦，搁迄是搁西边行吼。去到伫安提阿教会的所在，吼这是阮整个的路站。到安提阿了，较坐飞机，等于到伫伊斯坦堡安尼，吼这是整个的路程，互咱看吼。真特别咯，咱今仔日讲的以弗所的教会，对无吼？伫对，就是较西南边的下骹遮吼。遮你看，遮就是爱琴海的区域哦，吼。所以咱来看即个，就真知影、真了解。其实因遐有足侪个小岛的吼，有真侪小岛伫迄个中间。阮去到遐充满欢喜啦吼。所以前礼拜有用即个相片交遮对啊吼。这就是阮坐船要去到拔摩海斯。你有看着拔摩海斯有记忆了吧？前个到迄个地图有吼。对，阮到以弗所迄所在就坐船吼，坐船拔摩海斯爱起一抓爱4点钟，吼，阮透早4点就起床，5点上船安尼吼，所以
前礼拜倒的相片，讲阮坐船外口拢暗暝蒙对无？事实啦，你5点还袂曝光的。毋过有真水，就是阮伫海上就看到迄个日头出来，有无？吼，你看后壁迄个日头开始咧曝光的时阵，哇，足水啊！吼，所以无困袂去啦。哦，紧走来外口翕相，大家伫迄搭遐又较欢喜甲安尼吼。这我嘛是做伙伫遮吼。搭船去博摩海斯来回4点钟的所在。去博摩海斯上介重要的，因为博摩海斯就已经离开土耳其啊，去到希腊的国境内面，所以阮有办迄个入境，佮出境入境吼。伫迄个来到遐，主要就是要看老约翰领受上帝的异象，吼，透过耶稣基督来，互伊启示，互伊的伊伫迄搭遐来写启示录，吼，当然毋是伊写，是有一个伊的帮赞来解照伊所讲的来写吼，所以阮就去看迄个老约翰伫迄个洞穴的内面吼，这是伫洞穴的外口。伫外口背后，咱就会当看到，哦，迄就是博摩海斯迄个岛的中间的情形吼，还有一寡人哦，其实遐即摆无偌济人哦，吼，改成差不多800人住伫迄搭遐尔吼。毋过迄是一个咱的世界的历史内面足重要的一个点嘛吼，所以要去遐无简单，上近的就是坐船4点钟吼，上近的哦，吼，阮采取上近的方式去到遐。即马迄个所在嘛，佫是东正教的会堂吼。东正教就是咱称作迄个啥天主教嘛吼。天主教伫东欧叫做东正教吼，所以因佫保持足传统旧约的方式在敬拜吼。所以这是要入味的所在哦吼。然后较特别的就是即张图即个是管会堂的吼。这游客拢走吼，咱潘牧师拢家人一粒胆吼，伊就甲讲，迄讲要牵伊翕相安尼好无吼？迄个就讲好紧甲我叫转来，讲紧，伊要牵伊翕相吼，哇阮两个牵伊翕以外，伊嘛牵潘牧师翕一张吼。所以咱看迄个当地对就是伫潘牧师后壁遐，伫即个管会堂的即边，则是佫加起来吼。所以老约翰就是伫迄个内面吼，即个灯台后壁遐一个自然的一个洞穴，伊就是伫迄搭遐有一年8个月、8个月中间，伫迄搭遐，然后领受启示，就写出启示了吼。我感觉这是真有意义的一点吼，因为上帝启示对旧约就开始，敢毋是？吼，对摩西的启示，对约瑟的启示，到新约上帝继续的启示，所以阮相信，咱嘛爱相信，到现今上帝犹原真意爱甲咱对话，伊意爱互咱明白伊佫较深哦吼。所以伫即个内面，阮会当看见，所以牧师有特别咯，因为这是足特别的所在，我有买一个即个经吼，即个画像。即个画像就是咧表达讲，老约翰伫迄搭遐伫领受，像咱前礼拜所读的，有七个有七个灵7个金灯台有无吼？顶遮的即个伫即搭遮就透过异象有人甲即个异象来画起来吼。所以今仔日咱读的即个经文内面，咱嘛会当来了解吼。耶和华上帝对以弗所启示的是甚物吼？然后阮有一个真重要的点嘛，要介绍互咱知影，就是安提阿的所在，阮又去到遐吼。保罗甲巴拿巴受差遣，伫即搭遮受差遣，往外邦来宣教所以即个是彼得去到伫遐传福音的时阵所建立的安提阿的教会，就是即个点即马遐嘛真做一个真有历史真有值得来考察的一个所在这就是内面礼拜堂的所在，有一个讲台伫遮顶面迄个像就是彼得就是彼得。当然对天主教来讲，因甲这个使徒新计划，所以叫做圣彼得
教堂吼，这就是伫安提阿的所在。安提阿的教会对咱来讲是有直接的关系，因为福音会当传到伫外邦去，毋是对耶路撒冷，是对安提阿开始吼。所以安提阿也就是互人基督的门徒，互人称作基督徒的一个开始。当然，当时称因基督徒是一种轻视因呐，藐视因。总是这个称作基督徒对安提阿开始，咱就知影讲安提阿教会伫这个宣教的历史内面，成做一个真重要的中心咱拢嘛期待，咱嘛会当成做一个安提阿的教会伫这个时代所以伫遮会当互咱看见。所以彼得伫遮来报道，然后这1963年，这个天主教的教皇就定这是一个朝圣地，意思讲这天主教徒，因若去到伫土耳其一定爱来到这个所在来朝圣啦牧师特别用动画把这个周围安尼翕起来当然这个上水的牧师这无翕袂使这就是有所即卖的情景当然过去教会是建立伫这个所在好，大概是安尼，互咱来看见好然后就要来讲以弗所，这就是以弗所当时所留落来的这个物件。咱会当思考吗？对以弗所教会的建立到今要到2000年对无总是这所留落来种种，却互咱会当看见，当时以弗所是一个真重要的城市伊有海港所以伫这个小亚细亚，伊讲会当互咱了解，伊拄就是海港嘛所以就真做足闹热的所在嘛。因为足闹热的所在，就有真济的这个生理人出入嘛有真济这佚佗的人游客来嘛有真济的庙寺伫遮来建立起来这就是当时以弗所的这个城市的所在这个可能就是当时咱看，阁有迄个是竞技场，还是演讲厅这个有真济嘛罗马帝国的时代真够起这款物件也是讲公共的一个场所伫遮咱拢会当看见这就是当时甲伊恢复当时的情景，咱就会当了解讲哇，当时呢2000年前就会当建立这款的建筑物，无简单表示讲这个城市一真富裕的城市后来阮即马去到遐看见的，翕一个相后壁这个楼就是图书馆呢。当时就有图书馆内面装了12000本的册咱会当去想象这个是知识的城市不但安尼因的这个剧院会当坐25000人的剧院呢，有大无这个是剧院这个毋是迄个竞技场是一个剧院，因为伊这个做了较低嘛那是竞技场，就爱做较悬的民众甲这个无论是人甲野兽相战，还是甲人比武迄会场就爱坐较悬的这是剧院，所以就较低当然，阮伫迄带遐就有吟诗啦不要紧，咱无听到不要紧因为合声也无偌好听啦大家到位来咱就会当了解阮伫遐吟诗嘛真济人伫遐在甲阮看呢，甲阮拍谱因为咱唱的当然是世界的名曲，就是圣诗嘛最好朋友就是耶稣哇，有这个经历伫遐去到以弗所，阁有去到一个所在，就是玛利亚捌大过的所在真济阮遮的去的人就是讲玛利亚较会住家己山内斗底内面，是你甲想伊的囝，互人顶十字架呢，算什么政治犯所以呢，耶稣将伊的老母交代老约翰，当然老约翰去到底就带着玛利亚嘛为着要逃避，所以因必须要就爱住离较郊外的所在所以这是
玛利亚捌伫即搭遮住过，所以遮嘛有真侪人来遮看吼。即个坟墓就是老使徒约翰所埋葬的所在吼。我去到遐嘛，感觉上帝所拣选真做使徒的，唯一一个会当活甲长岁寿的，就是老使徒约翰。94岁的时阵，受主拣调转去吼。我的妈妈95岁，昨受主拣调转去。真毋甘，总是我知，这是上帝予伊上好，嘛是对阮处理上介大的一个祝福吼。好，对遮个要来甲大家考试啊吼，因为伫阮去看的所在，无论伫会堂还是修道院吼，拢有真侪的壁图。这壁图呢，为什么呢？因为伫2000年前，无人真少人读册嘛，吼，毋捌字的真侪啊，吼，所以要安怎传福音，就是爱透过画图来介绍真理，互遮个信徒知影。恁看即张图是啥物图？最后的晚餐对无吼？答对了，得奖哦！最后的晚餐哦，佫过来，即张图呢？有一点仔较难一点嘛，对无？有人讲对啊，吼，对，耶稣伫中对无？正手边是摩西，倒手边是以利亚，吼。耶稣带3个伊疼的门徒，彼得、约翰、雅各，有无？去到伫较悬的所在，伫遐祈祷，伫遐有变相，耶稣基督变相吼，所以有摩西甲以利亚来伫遐甲伊会面，伫遐来谈论未来要成的事，吼。所以耶稣领受即个一瞬，哇！彼得讲哇，遮真好，我起3个寮互恁遮大对无？吼。耶稣安怎无？因为伊知影，伊落去到耶路撒冷，就是行苦路的时阵啦吼。这是伫即个图所表现出来吼。佫一个哦，佫考试看卖，看有人会晓无？哇！今天那个圣徒图像的图吼，圣徒大会考，这张是啥？咱知影中是耶稣嘛，吼，嘿。对，所以迄支一支手放伫耶稣的心肝窟内，迄个是啥物人？犹大，哇，厉害哦！这无简单哦，吼，背叛的犹大有无？这张图咱看过去因就是透过图来伫讲故事吼，照图来讲故事，然后传出真理这是伫迄个时代，总是咱看见所留落来遮，嘛会当互咱知影，因是怎样用尽办法要将基督的福音来传落去吼，会当恢复正常吼。好，所以阮去到遐看见遮个，拢在敲找基督信仰所留落来遮个物件，我感觉这是上帝予咱一个真特别的一个遮个新约，会当伫迄内面来找见吼。所以今仔日安尼透过牧师安尼介绍，由图看过，咱搁来看启示录中的有所的时阵，我相信咱会当较知影，就会当了解哇，当时的有所是一个知识，真有知识。总是宗教安那真万神教真丰盛、真创行的所在哦。所以咱看保罗传福音去到遐的时阵安那，哇，有真侪人来信耶稣，归入去基督的名哦。所以摇动整个的城市呢，圣经记载哦，《使徒行传》19章有记载，真侪人就安那将迄个神庙所注写的这个册摕出来烧有无？当时的价值讲偌济
照所计值的讲5万块啦，迄、个5万块毋是咱的5万块哦，吼，是因的5万块哦，吼啊，所以哇，真侪这透过神庙在趁钱的，就安那真厌恶保罗，想尽办法要甲害伊哦，咱就会当了解讲哇，整个的情形，总是伫启示录中间，上帝特别对这7间教会有特别的心意，伫因的处境内面，上帝拢有真侪的话语伫迄个中间来显明。对于有的教会有责备，有恶乐，哇，这个有无共款的这个教会的形态，然后耶稣伫迄搭遐来对因责备，也是恶乐，也是肯定等等遮的哦。所以咱会当看见，我就想讲是啊，若是安尼，咱就会当真清楚，上帝对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域的教会、每一间的教会啊，拢一定有伊的计划甲心意。就是咱坐落伫永和这个所在，这个永和的人文地理遮，拢真做传福音，咱应该爱去使用的哦。好，所以对启示录内面，我有一个深深的体会，上帝对咱永光教会，伫这个时代一定有伊特别的计划。这个特别的计划，毋是一般的教会所会当领受的，就是针对咱永光教会。一定有上帝特别的安排，阿门。这是咱爱相信的，就亲像我嘛相信上帝拣选咱做伊的门徒，一定有对你特别的计划。对你的计划可能是单对你哦，单对你的特色的部分，要互你会当去领受这个福音，然后活出这个福音的快乐，成做一个见证。要安怎会当成做见证？要安怎会当活出基督的形象来？上帝对你特别的计划，你就爱去敲找，然后你才知影，原来你是上帝的手中所欢喜的器具。然后你会当去体会，你的荣光、你的尊荣是别人袂当甲你取去的。这是咱爱深深相信的一件代志。所以，咱的永光教会有上帝的应允甲使命无？有无？绝对有。而且，这个使命是单单要互咱的。咱会当讲，迄是对咱量身定做的。吼，比如讲，你要买西装，穿西装对无？你就爱去量身定做。即摆无一定爱定做，总是你爱试穿啊，有下理无对无？你袂讲袂要紧啊，凊彩啦吼。啊，若较大领就啊像迄啲穿布袋衣衫，你较要紧；像细领就穿袂落嘛，袂要紧，袂啦。咱一定爱安那下事，是毋是安尼？啊，下事起来毋较会水，较有价值感。上帝对咱的教会一定有伊特别的心意，这是咱在敲找的，而且深信过去的日子，上帝不断显明对咱永光教会计划。我嘛相信，咱继续行伫伊的计划顶面。就会当成做伊所欢喜的动用的器具，伫即个世代继续会当为着伊来发光哦。所以，愿上帝帮助，伫即个经文内面，咱会当去看见，原来有所的教会伫上帝的眼光是甚物款的眼光？因是尽力在服侍，因是坚持真理的一间的教会呢。所以，耶稣基督对有所的教会自我介绍是啥？伊讲正手拿着7000。伫7个金灯台中伫行，伫行游行，即个人啦，即个啦，就是上帝嘛。吼，7000也是7个金灯台，拢伫标明是教会哦。那安尼，上帝也是耶稣基督，伊伫教会中伫遮一只伫游行，一只伫行，意思是啥物？就是讲教会是伫上帝的手中的。教会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所建立的，教会的头就是耶稣基督，这拢互咱清楚来了解，并且教会会当领受对上帝来的祝福以外，嘛爱有责任去承受到时阵高效的时阵，要安怎会当伫主的审判台前得到伊的儿女讲好个尽忠的罗卜。好个真正的教会，你是我所敬选、我所爱的。阿门。
这是咱会当对遮会当深深来看到的。所以，遮耶稣基督教会在宣告伊的权柄，这是咱所爱了解。然后，伊就讲，我知影你的行为，你是落落忍耐，也知影你无用恩歹人，你也捌试验迄个自称是使徒，却毋是的，因为伊是虚假。哇！咱会当看见有所的教会，原来因是一个真坚持信仰，有一个纯正的信仰伫迄条遐在追求，然后会当分别啊，这个人讲的是毋是照圣经来讲？这个人讲的是照伊的需要，还是照上帝的心意来定夺做这个代志？兄弟姊妹，伫教会内面，咱嘛爱真细意呢。牧师伫咱的教会久，其实我嘛经历真济个咱的同工，有真济同工来真热诚，嘛有真济同工最后就安尼点点离开。总是伫这来甲离开的过程内面，上帝要查验。嘛要甲咱讲，咱所做的一只服侍、一只敬拜，是出自咱的需要，还是合上帝的心意啊？无？是因为咱要伫即搭遮得到什么款，亲像要对人得到阿乐掌声，还是要互上帝阿乐？咱是真正的萝卜。若是安尼，咱就毋是要互人欢喜哦，咱是要互咱的上帝欢喜。这才是咱的敬拜、咱的服侍应该有的。所以，既然要互咱的上帝欢喜，有时必须要付出代价无？哎呀，因为你伫生活内面，你就爱去选择，我要做这，我要趁钱，还是要来敬拜上帝？我要放弃这个，要来把握服侍，还是讲服侍较次要？我才先趁好够了，以后较来。伫这决定的中间，上帝、耶稣基督将来伫审判台前，拢要将这显露出来。毋是牧师长老会当甲你裁决、甲你审判，毋是，是耶稣基督，因为伊是教会的头。阿门。所以，愿上帝帮咱，互咱看见，哇！因为所有教会，耶稣基督学了。因为因坚持这份信仰，因会当分别是非，因知影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道理。那分得清楚这个，我相信伫敬拜内面，伫服侍中间，咱拢会当得到上帝的欢喜。咱伫每一届敬拜内面，拢会当去亲自经验咱所献上的恶乐，咱所表达敬拜的态度，拢通互咱的上帝得到欢喜，因为。以律当，就爱得到应该有的尊严，毋是咱会当荣耀伊什么，是咱会当为着伊做见证。我所信的是整个我的主，所以我用真实、用诚实、用灵来到伊的面前来敬拜服侍伊。我上帝帮助咱会当，互咱的教会真正做真实的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是抢救灵魂，互人得到救的所在，是成全咱这的圣徒，透过培育帮助咱，互咱真做下上帝使用的器具。无论伫你工作的所在，伫你的家庭做你徛起的所在，伫你所有的这外交的人群的中间，你拢会当活出耶稣基督有水的见证来。这就是教会的使命。教会这个目标在努力的时阵。也愿上帝帮助，互咱的正兄弟姊妹继续为着咱教会祈祷，互咱的教会伫培育、伫传福音的顶面，真正会当互咱的上帝甲咱拍拍手。这是咱所伫努力的一件代志哦。这嘛是教会一存在应该爱有的哦。所以愿上帝帮助，互咱会当坚持迄个纯正的基督的信仰。阿门。咱做伙来讲，我要坚持纯正的信仰来。对，什么叫做纯正的信仰？真简单，圣经教什么，咱就学什么；圣经讲什么，咱就顺什么，安尼就对了。若阁有人插这社会的价值观念入来时阵，这个信仰就无叫做纯正了。
这是你我会当分别的一件代志。第二，咱会当看见耶稣基督俄勒以弗所的教会后来这段，伊有对以弗所的教会有一个劝勉哦，也是有一个责备哦。伊讲是责备哦。伊安怎讲？讲总是有一件代志，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将起初的疼已经安怎离去啦，已经离开迄个起初的疼。哇，离开迄个起初的疼，这表示什么呢？讲因啊，服侍可能过去是因为疼上帝来服侍哦，总是久了煞袂记你讲服侍的目的是要疼上帝呢。伊可能认为讲服侍啊，这就有一个积分啊，所以不得爱做的啊。袂记你讲服侍的启动点是因为我回应上帝的疼，所以来服侍。所以若毋是把这个正做一个动机的时阵，伫服侍就开始会拍算盘。这个有价值无？迄个有价值无？就会安尼来算哦，来计划家己的利益哦。兄弟姊妹，这就是以弗所教会所发现的代志。所以，愿上帝嘛帮助咱的教会会当去深深了解。所以，耶稣基督出伫听甲灵敏，有讲要安怎会当倒转来，到伫正路的顶面呢？才有讲哦，讲安怎？讲你着爱回想什么？过去起初的时阵，迄份的感动，并且你着爱悔改。悔改是安怎？是这个时阵爱来做悔改，然后呢，爱行起初你所行的。哇，这真重要！爱回想迄个起初，咱就会当安尼问啊。你第一届拉目屎祈祷，迫切恳求，迄个感动是伫倒落？迄个感动是安怎？即摆呢？即摆祈祷有迄个感动无？若无，咱就爱想办法安怎？上帝啊，怜悯我。好啊，恢复迄个祈祷内面流目屎迄份的感动，啊是讲你会记得你过去有伫苦难的中间、病痛中间，祈祷流目屎，大声祈祷，上帝应允你，互你病痛得到医治，互你的苦难会当搬过去。迄份的感动，即马佫有存在无？即马若佫有这困境的时阵，你是毋是愿意佫倒转去迄个前的经历？上帝为着你伫你生命中所做的心业，你会当把迄个感动，佮甲伊扭转来无？你若会当，我就相信，迄个感动扭转来，就是佮一摆，互你佮较谦卑伫上帝的面前，甲主讲：主啊，我双手空空，我只有将我交伫你的手中。困境、病痛对人来讲可能真难，总是求你互我开目睭。明白你的心意伫哪里？这是咱的信仰。回想过去，你伫这个信仰内面，你遐感动，将遐感动化作即摆的行动，继续来敲吹，咱会当完全达到我靠的这位上帝。兄弟姊妹，我相信你就会当明白，这个信仰的困难是何等的大。兄弟姊妹。这就是你我拢会当来经历的哦，所以就爱找回起初的疼，迄个感动，这是咱大家拢爱做的。阿门。所以为什么伫培训的中间，咱爱讲，你就爱写你的得救的故事，毋是你尔，你若是家族性的，到底是恁阿公是安怎来信主，你爱写起来，你爱了解，因为迄个得救的故事，真做你一生。传福音足重要的经历啊！阁有啊，你安怎病痛得到医治啊？你生理安怎祈祷得到解脱困难啊？你的家庭无好婚姻的问题，透过祈祷安怎得到帮助？这个拢爱成做你的故事，通成做传福音的一个真好的工具。兄弟姊妹，恢复等于思考，我相信会当帮助咱找回祈祷的疼甲感动。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主最后对历代的教会嘛有一个警戒哦，讲你若无悔改，我就要到底你啊，将你的灯台对原来的所在来挪去。哇，这是一个真严重的一个警告，是不是安尼？
兄弟姊妹。所以这句话，咱就会当过来看，对初代教会所建立的教会到今嘛，迄个所在毋是基督化的国家。然后福音到欧洲，即马欧洲的真侪个礼拜堂，诚做酒家，诚做咖啡店，诚做拍扑的所在。哦，真侪过去先领受这个救恩福音的这个前辈，因所留落来到现在伫倒落，若无恢复迄个起初的疼，恢复迄个起初的感动。就照耶稣基督所讲的，我要临到恁遮，将迄个顶台刷去。愿上帝怜悯咱所领受基督的福音，咱好好爱传落去。无论是你的子孙，还是你属灵的子孙，伫教会，咱拢会当找到咱属灵的子孙。伊只要是后辈，你的信仰比伊较久，你拢会当。甲伊看做咱属灵的子孙，咱好好爱为着因祈祷，有备一个空间平台，互因伫信仰的内面会当有受好的造就，通互即个信仰世世代代传落去。若无，可能1000后有其他国家的基督徒来到台湾，来在看考古，是毋是安尼？我相信圣经甲咱讲的，伫2000年来的历史内面，咱看见福音就是安尼。所以愿上帝帮咱，警戒咱，互咱别个无传，信仰一定爱传落去。阿门。愿上帝互咱有这款的智慧来听伊，嘛互咱会当恢复起初迄个听，来更较听上帝，更较听人。阿门。你甲隔壁讲，我足爱上帝，啊，我嘛真听你好啊，来，我足爱上帝，我嘛真听你。是啊，愿上帝帮助咱哦，互咱的教会兄弟姊妹，一只毋是点头之交尔，互咱会当更较济的交陪，要咱更较济交陪，兄弟姊妹，其实教会备办好真久啊，你进入细胞小组，你就会当去领受迄个真正的亲密。若无，干那礼拜日干那听牧师讲，咱呢也是有顾虑，敢毋是？吼，你若进入小组，进入培育，迄是真正进入教会迄个听的团契的和合，迄个中间，你才会当去真正体验即个信仰安怎活出伫咱永光教会团体内面。这是真实的哦，这是真实的。你若暗捌经验，啊无牧师拜托你一个，你用3个月的时间入去小组，好不好？啊，你要入去先甲我讲，我派你一个适合你的小组，3个月，你若感觉讲啊小组无好，你甲牧师讲，我要退出我离开小组，我甲你讲会使。毋过我相信99.9%，你若入去小组3个月了，我要拜托你出来，你甲我讲牧师啊，我头壳互你，啊你莫叫我离开小组，你要相信无？你要相信无？自实的啊，牧师得用安尼打包票啊，啊无我会当安那。吼，毋捌讲甲遐地迄落的吼，是啊，啊事实就是安尼。所以愿上帝感动咱的心，毋是我的话语会当激发咱啥物，咱是圣神伫你的内面，一定有在甲你感动，你就爱抓掉迄个感动，因为迄个感动就是上界大的祝福，毋是对人来，是对上帝圣神互你的。阿门，你愿意吗？阿门，愿上帝帮助咱吼。好，来最后，咱要来读这段的圣经，做伙来读来。所听的兄弟啊，咱着三听，因为听是对上帝来；既若听的是对上帝生，搁捌上帝。约翰一书4章7节，搁一摆来。所听的兄弟啊，咱着三听，因为听是对上帝来；既若听的是对上帝生，搁捌上帝。约翰一书4章第7节，愿上帝帮助咱，感动咱的心，也互咱牵掉迄个感动，成做祝福。请咱起立，咱做伙来吟一条诗歌。
主，阮感谢你，既然阮相信俄勒，你就同在。阮就要将阮的一切的重担放下来到伫你施恩的座前。阮逐人有不同款的境遇，阮相信这拢是你为着阮个人所安排的。这境遇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互阮更加明白你。所以，愿上帝帮助，开阮属灵的目睭，来看见你的同在。因为阮是信靠你的人，因为阮是愿意用声开嘴学了你的人。所以，阮感谢你，为着阮设立宝座伫阮的头前，让阮愿意将阮所需要摆列的时阵，你要成全阮的所求。互阮用信心来宣告，阮伫心内的祈求，也是阮开嘴开声的祈求，你拢已经听见。按照你上美好的安排，你要成全伫阮的顶面，互阮凭信心继续坚持这个亲信，到伫你成就的日子，佮将荣耀而乐归乎你。多谢你听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准备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也是信心的行动。请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是阮做主，强逼领受我命转换，信心感化，加添快乐，报答主阮信心所愿，甘心乐意，一心一意。兄弟，请起立。这请坐，事工分享。所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做来关心咱教会这个事，互咱的教会，因为咱的祈祷，更加得到快乐甲祝福。咱感谢主，伫拜六就是昨下早起，咱第6期的文导班已经来结业，即届拢总有15名来结业。咱感谢主吼。透过这个课程，会当帮助咱的兄弟姊妹伫信仰甲服侍顶面，会徛伫在所服侍的，
真正会当得到上帝的欢喜吼。因会继续进入到伫即个领袖班然后最后较来结业吼。好。咱的幸福小组进入伫第7组，第7周，上礼拜第7周吼，所以已经有看到真济透过因的关系祈祷邀请有遮新朋友入来吼，有的幸福小组有3个，有2个，嘛有4个，嘛有5个吼。毋过每一届无一定拢会来对无吼。毋过咱相信只要有来一届就有机会。所以这咱是所祈祷的。当然我嘛知影，可能有足少部分的小组，可能即摆还袂有新朋友，咱嘛为着因祈祷。因为因的过程，我相信就是家己去经验即款的传福音的一个过程吼。对因来讲，嘛是一个真好的一个经历。所以感谢主，咱继续为着因来祈祷吼。好，今仔日咱要召开第2次的圣诞节庆的筹备会，请咱会同工来参加。11月20进前，请咱各部各牧区是机构的单位，咱来提交咱的施工的计划吼。好，这个后礼拜吼，是感恩节嘛，咱兄弟姊妹带着感恩的节来多谢上帝过去一年的带领真做咱有机会回应上帝的听。所以后礼拜是感恩节，请咱来关心吼。好，12月第1主日就是12月初1，咱有要举行圣礼典，所以请兄弟姊妹别万心来甲主同坐祷，嘛欢迎这个新朋友会当来受洗，真做咱永光的家人吼。好，咱本来定伫12月初7，上午9点半要来举行这个全教会事工的研讨会。因为有多合，所以咱要来提早1礼拜，到伫11月30，咱就要来举行吼。请咱来注意这个代志。咱潘牧师今仔日到台中的建行教会，为着台神的奉献主日来请安讲道，下晡过来甲因主领一个中级同工的培育的课程的训练，咱嘛为着伊来祈祷吼。好。伫牧区的消息的顶面，咱今仔日下昼1点半伫4楼，咱有一个健康的讲座，就是你的骨本有够无安尼吼？这甲你我相这大家拢需要吼。所以你若无报名的吼，袂要紧吼。下晡1点半吼，有缘会当来参加。所以你若礼拜煞去附近食一个饭呢吼，附近咱这个餐厅吼，拼一下经济咧吼。对吼，然后咱1点半就会当来到咱4楼的副堂来做伙来参加吼。好，我对前礼拜3代志做了，我就甲牧师娘潘牧师阮赶倒去高雄吼。迄暗阮11点半到，慢慢在困，我甲叫醒。真感谢主，互我的妈妈，其实迄天完全拢无醒，目睭拢无退开。我转去，我甲讲我是信用我转来看你吼。伊有退开目睭，甲阮看阮嘛有甲翕相这是我最后一摆看到我的妈妈吼。拜五暗阮赶转来，心内知影。上帝的时已经要到吼，所以伫祈祷的中间，不时将这件代志主，我相信上帝，伊听我的妈妈，因为我妈妈90岁时阵跋倒，然后就无法度来行路，伊就甲上帝求一项代志，讲上帝你帮助我，互我会当伫困的中间受你接去吼。所以我拜五暗转来继续准备服侍。昨下早起咱台北中会有倒球比赛伫真理大学。上帝感动我讲我袂当开车去，所以我拜五暗敲电话国民场，看有位无？伊讲伊阁有一位吼。因兜拢足大菜吼，所以我客伫因的边安尼足微细迄个感觉总是一路去。
咱比赛第一，咱甲中央教会，到拍伫第5点的时阵，我是排伫第6点吼。拍第5点的时阵，我大兄敲电话讲病医已经联络，迄个时阵我看时间是10点11分，讲妈妈即摆血压已经量无啊，因随过去吼。我的大姐又落去，伊伫公馆教会到姐夫，伊即几工嘛共阮小共落去看妈妈，照顾妈妈。所以伊10点半就准备要入去到病房，所以大兄到，因就做入去因10点30分入去，伫遐吟诗祈祷，到伫10点48分，我妈妈医生就正式讲，伊的心脏已经停止，已经离开世间吼。所以我对真理大学随时穿体服运动衫随时坐高铁落去。我1点5分到，然后去看妈妈最后一面了。阮就甲伊送去到伫殡仪馆的所在。这是这礼拜真紧的一个过程。到伫拜4，到伫拜4的时阵，医生佫坚持讲要甲伊穿刺，要甲伊用心导管，要甲伊做真济的侵入式的。阮兄弟讲无，阮妈妈早就讲，伊即个年纪是上帝予伊的，已经够野。好甲再无做遮的，因为迄暗就足大的变化。所以，阮甲医生搁伫讲最后一摆讲的时候，医生互阮看的指数迄个是啥物？对100几变做5800几所以因若是阮互伊同意做侵入式的，可能伊就是伫手术台，伫迄台遐就来离开。所以，阮感谢主，上帝互阮兄弟坚持即个信仰，互妈妈会当真完整、真平顺，无痛痛的中间，伫困的中间来受接定，足紧的吼。我拜3长期暗，佮堪伊会当，伊佫会反应的无想到遐紧就离开所以我感谢主。我的妈妈是鼎金教会的名誉长老，所以咱甲教会牧师已经打合12月初7，要伫鼎金教会来举行教会座。我拜托我的兄哥因为本来伊按算11月30，我讲阿伦安娜因会当提早回来嘛需要看妈妈嘛最后一面。所以因初3，因改初3，明仔载要确定嘛因会当初3有机票，嘛为着即个祈祷，因为大兄讲，因若会当真正有机票，安尼延长1礼拜 OK， 若无是上好帮超过2礼拜，我甲大兄拜托所以大兄知影我的心境所以愿意安尼来延长感谢主我大嫂讲。妈妈上该听就是信仰上该知影妈妈的心，所以我感谢主，我会当扮演这个角色多谢大家的关心我安尼报告到这，互大家来了解安尼做一解讲，安尼咱就免大家拢讲，我就爱去放落音大对无感谢主啦老目屎总是嘛爱讲一下笑咧。因为我妈妈即个时阵上介欢喜的，敢毋是？阮牧师潘牧师拜1就有伫异象看见讲，天使伫把我妈妈清扫伊的房间。我的爸爸去看讲，阮爸爸叫妈妈叫亲讲，亲的房间遐水遐大间天使讲，伊应该得的阿门。所以感谢主啦好，多谢大家看到我免阁重复讲一届甲我握个手，甲我抱安尼，我心内足温暖的多谢。咱继续来关心
咱阁有几位兄弟姊妹需要咱带导的吼。特别我要提的是洪美湖吼，美湖是死于的查某囝，第二查某囝伊伫当时，迄是拜五、拜五，骹煞怎肿起来吼，骹骨塌半，骹骨遮吼肿足大个吼，哇！因为伊迄暗着要去菲律宾宣教吼，嘿，照你讲，若照我看，讲要去真困难吼，毋过伊坚心决意吼，拍死无退安尼吼，一定爱去安尼所以妈妈着紧走去台中带去，互医生看吼。我上惊是蜂窝性组织炎总是感谢主，伊是韧带有受伤所以毋过肿甲遐大吼，我想应该举一支拐去吼，无嘛去，总是伊凭信心要去所以咱着凭信心为着伊祈祷，互伊去到遐较会当行达拢真顺利。要做宣教无容易吼，对一定这是撒旦足无爱咱做的，上帝足爱咱做的吼，所以有时会有一寡阻挡。毋过凭信心，我相信拢会当成吼。安那嘛是安尼去宣教老师老教婚礼啥吼，总是因拢坚持到落尾拢得胜，阿门。所以咱嘛为着洪美湖来祈祷吼。个即几位吼，志勇嘉诚世梅义子的婆婆吼，个去学会节嘛提醒一个，伊明仔早起要开刀对无？前礼拜甲我讲是明天对不对？对嘛吼，咱为着伊祈祷吼，前礼拜我有为着伊祈祷，我有甲记起来。所以伊是明仔载要开刀，咱为着伊祈祷吼。阁有梁约翰钱义兄玉女跟丽丽，咱遮个拢伫祈祷中间。特别你若有阁看着周报有遮个名，你就是圣神在感动你，继续为着遮人祈祷的吼。好，多谢。好，咱这时阵起立，咱做伙来吟一条诗歌彼此来祝福。但愿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上帝，伊的权能运行伫你甲你的家，也互你逐日的出入拢得到伊的保守，佮诚做见证，互人认捌你是归属耶稣基督的。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济，咱今日敬拜到这，愿上帝继续引导咱每一支的脚步。好一个吧。哈利路亚，感谢主，多谢你。